迄个礼拜中，感觉唱歌的时阵，迄个喘袂过气来，会当将迄个喙暗来摕掉，吼。所以咱等者假使咱若咧吟诗的时阵，咱若感觉讲吼，哦，唱歌吟甲无度喘气，咱就会当考虑将即个喙暗来摕掉，来吟诗，然后坐落来，下个喙暗挂起来。愿上帝帮咱夫妻甲咱做伙伫地。这是咱来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，因为安尼，咱来吟唱伫今仔日，伫这个主日内底，咱所做伙来吟的圣诗，请掀开圣诗第27首，咱来听琴段一遍来。圣诗第27首，其实是改编做瑞典的歌曲。歌词真简单，咧学了上帝创造的美妙。然后伫副歌的时阵，我心出声，是咧讲咱逐人爱对心出发，求上帝帮咱，互咱学了的声。真正透到伊遐，咱做伙来吟第一节。我主上帝，我若想就若戆呀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启示，搁听见泪的响声。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，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。何等伟大！来读一个第二节的歌词，做伙来读第二节的歌词。来，真学了解上帝无少伊圣囝，找来世间替人类献性命，伫十架顶甘愿替赎咱罪过，流血惨死，互我。通得永活，咱来吟第二节。真学了解，上帝无少伊圣囝，找来世间，替人类献性命，伫世界顶。甘愿替赎咱罪过，流血惨死，互我通得永活。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咱搁来掀开圣诗第538首，圣诗第538首。咱直接听真造了，咱来做伙吟。
我心多欢喜，主点心边。虽然的世界那准的天，最上帝好事，满心欢喜。求主恩保惠，使我清气。带我保佑每日乐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带我保佑每日乐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愿主的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，请咱准备心。点击，请献歌队。
伫伊面前悔改，才会得到真正的医治甲救赎。这个礼拜是大降节的第2礼拜。今仔日咱所点到的这支蜡烛，就叫做信心。愿信心的光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照出来。咱做伙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知我是小信的人，总是你求你使用我这个小小的信，因为我相信。只要你使用，就会予我有智慧甲慧力，去面对世间的凶恶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7首，圣诗第27首，我主上帝，我主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主上帝，我若想就那公名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此时。搁听见泪的响声，有着将我你奇妙的工程，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心出声。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真好了解，上帝无小伊成家，找来世间，替人类献生命。伫世界中，甘愿替上咱罪过，老花暂时，予我通知永远。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主每个来，三工的声地大胆，接我回去，天家快乐无限。我要献身，谦卑跪落来敬拜，保佑上帝，我主你真伟大。我心出声，
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在咱游园徛地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道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逼倒入来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这日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兵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启应，这是咱来三角来启应。启应文第15篇，启应文第15篇，伫圣诗的后面，详时是4篇51篇。我来启，请会众来译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毋通赶我离开你面前，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眷顾保守下，互阮拢得到平安。阮献上感谢。伫即个疫情的后半段，求主保守引带阮每一人，通搁较警醒来面对，互阮的日常生活通紧紧来恢复，亲像早前一样，互人甲人的关系通有较好的连结联系。互传福音有新的机会，通将救主诞生的好消息传出去，互四围社区的人通认捌你。求主赏赐阮教会每一人会当把握这个新的机会，将过去2-3年来迷失的人找找回来，伫这个大家庭，搁一届三同来享受主你的听。
伫这疫情中，阮兄弟中有受到侪的打击，无论是信心，也是身体、心灵、工作上、学业上的困难，求主及时扶持帮赞，互每一个人通平安来经过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，是阮准备迎子救主降生的脚步哪来哪近我。阮用欢喜的心情，准备将这大欢喜的好消息报予四周围的人知。这是求主甲阮同在同聚会，互阮的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有对你来的温顺所讲的，会当拍动每一人的心，后讲甲听的，平平得到稳定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免。咱三同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9章第18章，路加福音书第18章第90到14节，第90到14节。我来读，咱做伙来看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即个比喻。有2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另外一个是卯税。法利赛人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穷乏粗财，不义淫乱，嘛无亲像即个卯税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卯税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额头起来看天拢毋敢，只有对兄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，转去因兜的是即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，因为家己提悬，家己的会受降价，屈价家己的会受提悬。愿上帝说，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这是赞美，请圣歌队金光照耀，圣歌队。
正道即是要请牧师来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眼中的义人，上帝眼中的义人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即礼拜是大降节的第2礼拜，因为安尼咱欢喜庆祝上时等待主降出世伫咱的生命中。愿上帝出世的所在是充满平安、欢喜甲祝福的所在，所以我嘛要邀请你，咱知影上帝出世的所在，不只是这个会堂尔，上帝出世的所在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所以咱着互上帝出世伫咱的心内甲生命中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边仔人讲一寡你今仔日想要甲伊祝福的话，我无想要吩咐你固定的话啦。你今仔日想要祝福你边仔什么人，迄个人你偷偷来看一下，然后你甲伊讲一点你想要祝福伊的话语。你边仔若无人不要紧，你会当偷偷看一下四周围，咱小可看一下，然后用咱的目睭，互伊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人民院，这个有罪人，帮助阮，互阮通伫你面前真正知影悔改。求上帝人民院帮助阮，倚靠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只有信心，这是宗教改革内底，宗教改革家强调5个只有，就是5个唯独，其中之一。有人认为，这甚至是上要紧的要素。这也甲咱今仔所点起来的这支蜡烛火有关系。信心，真正的解说是安尼解说：这是指基督徒只有倚靠上帝所赏赐的信心，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。毋是倚靠人来得到救恩。几当前，我有带中立的社青来进行第一遍的幸福小组。幸福小组其实是高雄福气教会伫几当前真流行伫教会界，咧推广一种团队传福音的策略。我第一遍带因做伙来做这项代志，所以总共进行12周、12礼拜的小组。对开始筹划，然后列出阮周围这个未信者的名单，然后一个一个为因祈祷，到敲电话，然后搁讨论要哪聚会，详细迄个聚会过程。然后到第3礼拜，较正式邀请这个未信者，阮拢称作大部分拢称作 best， 就是这个上好的朋友。通常拢邀请第一遍邀请三位来小组。我会记迄遍是我开始带敬拜，带大家带歌。当时伫迄个带的过程内底，我有分享一句话，我讲吼，我上惊的就是遐个啥物拢毋信，只有相信家己的人。咧带歌的过程，我就安尼，毋是凊彩讲啦吼，这确实是我真正的感受。我上惊的是遐个啥物拢毋信，只有信家己的人。结果聚会煞，当天咧检讨会时阵，就咧检讨我。伊讲吼，真歹势，我即句话拄讲到因三个人心声，拄好讲到因三个人心声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伫倒位？咱的教会就是伫迄个关公庙的车对面，对无？咱一个行入来，一个行出去，拢会当看到咱的对面，咱的教会所伫地所在，就是关公圣地，咧拜关公圣地。有当时啊，行出去，行入来，拢会看到有人行过时阵会点点伫遐来安尼检查咱的认为，因的信仰实在是有够盲目，真正有够青迷，因为对人雕刻的偶像在拜，直直拜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逐摆看到因即款的作为，我会存敬畏的心，因为因伫遐是咧因的神来祈祷。只有透过这个动作，因的神来祈祷，不管因祈祷的内容是啥物货，有时阵我颠倒会感觉讲，民间信仰对神的敬畏，比是咱做基督徒无多比的。是安怎我会惊遐只有相信家己的人呢？因为即款的人上容易家己掠做义。即款的人是标准无神主义者，家己称做义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拄拄好是上帝上厌恶的一项代志。路加福音18章第1节，一开始，路加就咱讲这个话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对遐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这个譬如，在世纪，就是差不多1000年前，在世纪，这位伊本中东世界的作家、医生甲牧师，伊咧解说这段第1节的时阵，伊讲基督看到伫伊身躯边的人，因的救恩是倚靠家己的义，毋是倚靠上帝的怜悯。真明显，主耶稣咧讲这个故事，是针对遐个家己掠做义的人。先啊，甲安尼讲，这个人无亲像遐个软正的器皿。软正的器皿只有伫上帝内面才有信心。因相信的是家己甲家己的困难，因信心的根源是家己伫敬虔甲道德顶头的成就。路加福音18章第2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2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。另外一个是冒失。传统的解说时常误解，掠做这2个人是安静去到圣殿内底，一个就找一个所在，就伫遐祈祷。总是只要是中东的人，一个读到这个描述，因为因是做伙到圣殿内底，因就知其实因是去圣殿参加一场礼拜。咱爱知影圣殿内底并无椅仔。参与圣礼拜其实爱专程徛地，随上到现在传统的东正教的教会就是安尼，因的教堂入去真歹势，无互咱坐咧会拄久的椅仔，专程爱徛地，徛地跪地在做礼拜。先啊，甲安尼解说。冒失徛地，是咧讲伊甲法利赛人甲其他因咧做伙做礼拜，总是有人徛较晏，有人徛较远。所以伫遮的描述是咧描述这个冒失甲其他敬拜的人距离真远。实际上嘛，亲像咱即摆咧坐的状况，有人坐较近，有人坐较远。圣经安尼讲，实际上主耶稣上山祈祷，
这就真清楚、明白咧描述主耶稣家己一个在进行个人的礼拜甲敬拜。总是当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去到腓立比的时阵，路加安尼讲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伫安息日，阮出城去河边，想讲伫遐有祈祷的所在，阮坐落去，就对聚集伫遐的妇女讲道理。什么是叫做祈祷的所在？这个祈祷的所在咧，指的是什么货？其实就是咧指人做伙敬拜上帝的所在，做伙做礼拜的所在。当然，这个名词嘛有另外一个解说，是咧讲迄个城若有10个以下的犹太人男性，10个以下就叫做祈祷的所在。10个以上就叫做会堂。好，这是有一种讲法是安尼讲。不过不管安怎，当早前信仰的人称因咧做礼拜所在叫做祈祷的所在。那安尼指的就是当地犹太人聚集，应该讲当地上帝子民聚集做礼拜所在。因为安尼，伫圣经内底，咱要读到，这个祈祷到底是公众的礼拜，还是个人的敬拜？爱看顶下文，咱才会当有法度清楚来表明。就亲像主耶稣嘛，因以赛亚的话，提起圣殿，爱成做祈祷的殿。这后来咱会读到，圣殿爱成做祈祷的殿。伊拄拄咧指2项代志，一种是咱做伙做礼拜的祈祷，第二种就是个人的祈祷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基督徒来做礼拜、参与礼拜的精神，咱拢爱有存祈祷的心来参与每一个过程。当时圣殿每一天的早起。暗时其实迄个暗时无的确是暗时，迄下晡3点。早起真早起时，天曝光，就是日头出来的时阵，以及迄个下晡3点的时阵，拢会献上赎罪祭。当这个祭司咧献祭的时阵，通常有侪人会甲因做伙参与，这就是当时的礼拜。当然，伫安息日更较无共。新约家咧描述第1世纪圣殿的敬拜，伊讲真侪犹太人逐工拢会去到圣殿参与敬拜，为着要得到祭司伫礼拜上尾为百姓的祝福。伫烧香的时阵，献上祈祷。所以真侪人其实古早人过去的这个上帝的百姓，因去到圣殿内底做礼拜，其实主要有两个基态。第一个基态就是祈祷，第二个基态就是上尾的祝福。这嘛换做咱今仔礼拜中迄个牧师上尾的祝祷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咱来到教会做礼拜，爱2项代志：第一，爱有祈祷的心；第二呢，爱领受祝福。咱爱成做迄个祝福人，甲领受祝福的人。迄时的文献嘛，安尼讲：当时耶路撒冷圣殿，逐工下早起，祭司献一只羊羔，下晡3点，搁献一只。然后献祭了后，祭司会点伫圣殿内底的香。根据上帝的话，这其实是根据上帝的话来。出来记第30章第36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，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。你着摕一手这个香研做粉，下伫会幕内约柜前，
我要伫遐甲你三会，你着看这做至圣。所以烧香的时阵，迄个当祭司咧烧香，就是献祭了。烧香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圣殿做礼拜的人会做伙祈祷，就是根据这段圣经来的。烧香的时阵，就诚做圣殿敬拜内底个人祈祷上好的时阵，因为这个时阵羊羔已经献上罪，已经得到热看，所以诗人才会安尼吟唱，安尼讲诗篇第141篇第2节，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面前，愿我举起的双手，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受你接纳。下昏时的祭司，就是这场礼拜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下晡3点的礼拜，通常这场礼拜是上侪人参与的。这场当时的圣殿，第1世纪的圣殿内底，这场礼拜上侪人参与。所以诗人才会安尼吟唱，所以咱读到这个诗人咧吟唱，毋通是掠做伊是空伫遐吟咧。这歌诗篇是歌啦吼，原文叫做歌，所以逐篇拢会当唱。所以伊咧吟的时阵，伊是咧吟当时伊所经历的迄款的情景。路加福音18章11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法利赛人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，恐吓、取财、不义、淫乱，嘛无亲像这个冒失。伫第1世纪，这过去犯罪抽象的，今仔日咱也犯罪冒失较符合。这个职务，这个工课，真正会容易，因为伊就是甲罗马政府报嘛，讲即区拢我的，所以咱刷落去会读到迄撒该，迄撒该是耶路撒冷迄个上大的宝石，伊迄有分做大宝、迄个大包、中包甲小包啦，简单来讲是安尼啦。迄宝石吼，宝石啊。伊宝石意思是啥物货？伊甲罗马政府讲，即区我管，啊，中你要包偌济，你要爱偌济啦吼，剩的是伊的，这就是宝石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宝石的人，伊帮赞罗马帝国，伊欺负家己的同胞，是亲像。迄个咱若讲台湾台奸啊吼，迄个汉奸，亲像卖国贼共款的存在。因为安尼，我知影咱若去用抽税，拢心内底拢真毋愿啦。咧每当吼，只要拄着迄个纳税时间吼，拢真毋愿啦。哦，拢真毋愿啦，拢会去用纳税啦。啊，同款啊！啊，但是这个讨厌，搁较几倍呢？对于迄个宝石来讲，是搁较几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法利赛人祈祷中提起这个宝石，叫做某一个翻译叫做劣色不义，其实会当拿翻译做罗麻甲骗子。然后淫乱应该是摕来斗的。讲两个，讲伊的歹吼，迄个淫乱是摕来斗的。就亲像神学家安尼讲，大家拢知一个人若毋是贼，毋是淫乱，无代表伊是好人。上时经验咧对咱讲，专门找别人冒昧甲错误的人，家己会受到上大的伤害。
这两人做伙来到圣殿参与敬拜。咱也知影法利赛人并无专心咧面对上帝，家己反省，颠倒伊的安尼世界来想，迄个抽象的，他会甲我做伙做礼拜，伊是安尼哦，迄个毛细，他会甲我做伙做礼拜。然后呢，伊就徛停停，是因为当时对一个认真的法利赛人来讲，伫这个世间的无清气会当分做两类。第一类就亲像这个毛细共款，伊的工课爱甲外邦人接触，所以伊一定是无清气，连甲伊讲话拢无清气啊！你知无？第二种就是无清气，叫做坐或是徛，甚至无小心倚伫迄个无清气的物件顶头，安尼叫做吞大的无清气。所以莫怪法利赛人爱徛停停，就是人要接近伊，伊嘛爱徛停停，甲伊小可有点仔距离。因为这个清气对伊来讲太重要，袂当放轻松。伊爱家己徛停停，搁那甲别人有点仔距离，安尼免致到伊目着这个无清气。神啊，教咧对咱讲，当时犹太人的习惯，祈祷的习惯就是大声，伊会出声，像是出大声来祈祷。所以这个人虽然徛停停，家己徛地，其实伊的祈祷是咧对伊身躯边的人，伊认为无清气的人咧来教示。伊的祈祷是咧来教示。伊想要借着祈祷来对大家讲，恁通来看亲像我这种真正的义人，借着祈祷教别人啥物会叫做义。照当时圣殿敬拜的仪式，伫因祈祷的时，迄个祭司会请家己掠做无清气的人徛去东门。东边，迄个门边，检查法利赛人并无明白是安那，无人叫这个毛细出去到迄个城、迄个门，所以伊要透过祈祷教示别人。总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祈祷，其实拄拄显露家己灵性的丧向。当时一个真正犹太人的祈祷。因会伫祈祷中为着上帝所赏赐的感谢甲贺乐，并且为着家己的需要向上帝恳求。这两项，这个人拢无做。除了要教示别人以外，伊只有做一项，就是贺乐伊家己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我一礼拜禁食2遍。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咱来知照摩西的规定，一个敬虔的人，只需要伫赎罪日来禁食。这记载伫底，利未记23章27节、29节，民数记39章第7节，咱会当家己查。只要伫一冬内底，迄日叫做赎罪日，迄是过年的时阵，因爱过。所以，我过年时阵会讲，迄个犹太人的赎罪日叫做过年，因只要伫迄日禁食。照摩西的规定，即人所做远超过规定1/10的奉献。伫旧约其实有真清楚、甲有限的规定，爱纳1/10奉献的物件是五穀、新酒、甲新油。这记载伫底，利未记27章30节，民数记18章27节，申命记12章17节、14章13节，记了真清楚，1/10。只限定
遮的物件。然后即人呢，即人夸口讲我所有的收入，拢做1/10。伊摕来伫祈祷中来讲夸耀家己偌厉害。伊本即位列比安尼甲诠释，伊讲即人将家己甲摩西、甲众先知者的伟大义人来比拼，因为伊做的叫做耶外的功劳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知祈祷是啥物货？咱来知奉献是啥物货？奉献就是奉献。所以伫这个讲台顶，我才会特别强调月定，无强调11。所有因为勉强摕来讲的奉献甲敬虔，就是耶外之功劳。上帝嘛无得较欢喜，所以我会鼓励咱月定奉献，咱逐个月爱透过奉献来感谢上帝，毋是强调1/10，那强调这个形式顶头的1/10，咱会纳入那形式化的基督徒，请会记住这项代志。因为勉强摕来讲的敬虔，拢都是耶外之功的功劳，上帝嘛无得较欢喜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法利赛人的话袂当算做祈祷，只是家己咧分家规尔，但毋是咧。路加福音18章13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迄个宝石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夜头起来看天也都毋敢。这个宝石远远徛伫，伊毋是惊目着无清气，伊是知影家己不配。路加福音18章13节，B 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就推行讲。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。咱来知影，今仔日咱真惯势的祈祷，就是目睭闭起，然后手合起来，对无？这当是古早人的祈祷的姿势，毋是呢？当时的人祈祷是安尼，然后目睭是下面看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祈祷到限制你一定爱压头，无得卡吧？咱有限制，咱爱目睭闭起，无得卡吧？要紧的是祈祷的心、嘴甲念头。要紧的是迄个，总是目睭闭起当然有好处，因为咱会当专心听见家己或是别人所出的声。所以，咱会当照咱惯势来祈祷，总是有限定什么货的姿势也无并无。总是这个人的祈祷，甲当时当地的祈祷姿势无啥共哦。伊是拳头舞吼，安尼一直对，真正是对心肝哦。在台湾话叫做对心肝，真正是咧对心肝哦。随上这个姿势，伫今仔日中东的村，迄个部落内底游玩看会到，因为当因咧表达极哀伤，或是极受气的时阵，因会做这个动作。总是这个动作。大部分拢负责人伫丧礼顶头所做，所以迄个中东的负责人，毋是亲像今仔日台湾真侪民间的丧礼是请迄个孝女白琴来哭，毋是哦。
因是用推行的方式来表示因极度的哀伤。查甫人真少安尼做。伫规本圣经内底，只有伫即个另外一个所在，咱才读到即种祈祷的姿势。迄就是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断开的时阵，路加福音23章48节，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自即伫遐伫看即个代志的证人，看到所发生的代志，拢若行若推行悲伤转去，所以因是安尼哦，若行若推行转去。啊，是安那要推行？是安那？迄是真正，我拄仔讲过，这叫做对心肝啦。这真正是台湾话所讲的对心肝。犹太人的律比咧注解《传道书》第7章第20节的时阵，活人嘛着将这个代志放伫心内。内底注解内底咧讲，这个人是义人，将别人的死放伫心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是安那会对心肝，像是会特别伫丧礼的时阵来对心肝，是安那会安尼对心啦，就是对心嘛。对，锥心之痛，就亲像所有的痛、哀伤拢伫遮。在世纪，日本共款安尼讲，伊讲伊咧解说这段时，伊讲心是所有歹念头的源头，对心表示痛苦。所以咱通知影这个某世是啥物货？某世是彻底悔改，才有这款的动作。伊当时并无伫丧礼顶头，伊当时嘛，伊本身的身份嘛毋是富人人，总是不管安怎，伊无顾别人的看法，伊照因当地迄款对心肝的行动来求讨，所以特别是伫这个某世祈祷内底，求上帝可怜，求上帝可怜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。这个怜悯这字原文顶头通常是指赎罪祭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亲像会当闻到迄个香的味，听见迄个响亮的钹，分布对祭坛顶头来撑起来，然后这个抽象的这个某世远远徛地，伊感觉伊罪恶深重，不配参与，毋望即时无人看到伊。伊只有渴望会当甲其余的人做伙徛地参与这场礼拜，毋望伊的祈祷通得到接纳。所以伫祭司烧香的时，伊推行大声嚎叫讲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。”真正伊的祈祷互上帝所接纳。因为主刷落来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，转去因兜的是这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。真正伊得到赦免。这两个人上时去到圣殿参与下晡时献祭的礼拜，当转去，这个法利赛人。真明显浪费家己的时间，因为家己掠做义的人参与礼拜，伫其中的祈祷颠倒加添家己的罪。爱知替咱赎罪的羊羔已经献上，总是人只有用忧伤痛悔心
知影家己不配，完全倚靠伊，咱才通甲伊恢复关系。路加福音18章14节，刷落去，主耶稣用这句话来结束这个故事。咱做伙来读一段经节，因为提官各大地的会受降价，屈价家己的会受提高。这句真言伫新约侪所在拢有出现过，真有可能是主耶稣讲故事了后，伊拢会讲一段真言。这拄拄咧对咱讲，主耶稣咧对咱讲，什么人才是上帝眼中的义人？遐会知影家己卑微不配的人，才是真正互伊先提做权，得到恩典的人。因为咱知影，只有上帝才会称人做义，这是恩典的上帝的作为。毋是任何人所通做。假使咱伫这个世间，啥物人拢毋信，咱只有相信家己，安尼咱会真凊彩的失了这款的觉察，这款的自我情义会扭曲咱的目睭。当咱严守律法，甚至超出律法的要求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明明咧对咱讲，这袂当互咱来称义，颠倒会互咱家己掠做义来看轻别人。2006年有一个关系，祈祷是毋是会当帮助破病的人早一日好起来的实验，有一大群动过手术的病人，因破病严重性甲程度差不多。这群人被分做3组，一组由相信祈祷有医治能力的人，为因一个一个提名祈祷，因也知。第2组是同款有人为因祈祷。总是因唔知，因本身唔知。第3组是完全无人为因祈祷，结果这3组人好起来的状况差不多，速度嘛差不多。所以 CNN 就去访问，根据这个实验，因就去访问真出名的劣笔，叫做哈洛德·克辛纳。记者安尼问。这项代志是毋是会当证明祈祷无路用，浪费时间？哈洛德安尼回应讲，这根本无证明啥物，因为上帝的工课毋是要保护病人有健康也无，因为迄是医生的工课。上帝的工课是甲病人做伙伫地，互伊勇敢面对。根据我的经验。上帝这方面做了袂歹咧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祈祷其实是邀请上帝入咱的性命，通互咱伫伊帮咱的下面得到勇敢面对试探，有教养的温柔，甲韧性。韧性我台语实在想无。要哪讲？忍耐的程度，韧性吼，韧性，去承受生命中的逐款的遭遇。咱知上帝是听，伊的听持续要影响咱这个世界，甲每一个人。像是对每一个人来讲。上帝的影响拢有一点仔无同，因为伊知咱的本性，伊不只是迄位互代志有发生无发生的主，伊搁较会伫某一寡事件、某一个时刻发生的时，伊就伫遐，甲咱做伙伫地，不管咱知
或是毋知。总是只有忧伤痛悔的人会伫遐拄着伊。就亲像诗人安尼讲，诗篇51篇第17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者是痛悔心灵，忧伤痛悔心，你欢喜接纳。但愿咱伫生命中，咱感觉真完美、真水的时刻，或是伫咱的生命中破碎的时、痛苦的时、对心肝的时，拢会当拄着伊。求主帮赞，互咱献上的祈祷甲敬拜，永远无看轻，常时欢喜接纳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，即群不悔的人伫你面前会祈祷甲敬拜，帮助阮存祈祷的心你，伊伫阮帮助阮，也互阮知，伫阮知影你有甲阮伫地，或是阮无感觉的时，求主帮助阮有一粒忧伤痛悔的心，你献上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伫遐拄着你。求上帝引带祝福带领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阮心。请来吟圣诗，圣诗第538首，圣诗538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咱起入来吟全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，做上帝好事，满心欢喜。求主愿保惠，使我前去。但我爱保佑，每日阿乐，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。但我爱保佑，每日阿乐，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。虔诚来顺服，心来安宁，天堂的福气那伫目前，天使也降落，甲我往来，保佑主耶稣，主必仁爱。但我爱保佑，每日阿乐，为我主耶稣小罪功劳。我爱保佑，每日阿乐，
能，专心来顺候，凡事平安，心渴我救主，福气无限，天生来天好，毋望主来。惦记主耶稣，满心仁爱，那我保佑每日安乐，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，那我保佑每日安乐。为我主耶稣赎罪功能。请坐，这时来奉献，请老太詹执事甲陈碧安执事来施献。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这是来报告的大圣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请会友来读两遍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诗篇51篇17节，请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。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诗篇51篇17节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诗篇51篇17节。咱来献开周报的第一页。周报的第一页是咱的周间聚会甲汀州的聚会出席。周间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二页是咱小组的聚会表，甲奉献的明细。甲若奉献有订单的，请咱咱的
办公室也是特州的职事来反映吼。先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12月份1月中集，长老林漳州职事罗建成苏依玲。第2，为大港节第2主日点大港节第2期的拉节，第1场是圣歌队，第2场是学青少年团体。第3点，2023年度上半年度事工协调会伫第2场礼拜后伫701室调规，请中级各团体省长同工出席参会。行事历初稿已经公告伫4楼的公告栏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小会协调会结束了后，要继续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12月份的中执会用书面报告，请各部将资料交予办公室来累整。下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点第3期拉节。第1场是得胜者团体，第2场是敬拜团。教会消息，为配合奉献证明电子化作业，请会友填写奉献证明电子化作业的授权同意书。这是咱要连财政部的迄个资料吼。请咱会记住，咱填的时阵就即张。咱才会讲要填安怎填？第1个同意书的立事人吼，就是写奉献的人的名。假使你也是用公司也是迄个名，咱教会会伫周报内底所登的名吼，就是即个。你也20岁以下较会写法定代理人的代表人，咱捐款人的款迄个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啊，也是联络电话，这请咱来一定爱来写吼。咱本年度的结算的日是12月25日中昼截止吼。咱若有团契啊，是爱请款爱迄落奉献的，请咱注意者吼。12月25中昼截止。第2点就是因为咱即马教会有用迄个信用卡来奉献，因为信用卡甲咱配合的银行差不多爱7天至11天吼，所以咱的信用卡奉献的，请你特别注意一下，咱伫超19进前都爱奉献，无会超过迄个日来超过25号。都无法度加入做咱伫2022年度的奉献吼，请咱注意一下。第3点，110年学年度第2学期的励学金的名单如何？咱家己来看，请咱到办公室来领取。第4点，这咱较重要的吼，爱注意一下，咱爱餐食了的时阵，咱便当请咱伫6楼的厨房来清洗吼。遐有塑胶蓝色的塑胶桶好放，有厨余吼。食无了，咱会当放伫遐。请特别注意，毋好伫咱6楼的迄个地水间遐整理吼，因为足够生狗遐加纸的吼。请咱拢统一伫咱6楼遮，咱7楼、9楼迄落拢莫伫遐清洗吼。第5点，2023年度的月历，请咱伫交易厅遐来领1号1本吼。圣诞歌预定到今日截止。咱65岁以上的长者的生日，请咱的财务干事来领吼。本会消息，本会邱凯婷姊妹伫11月29日伫顶福灵园举行安放礼拜，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。其他的消息，合作社李干事会伫后礼拜12月10日中昼12点，伫701教室召开，请李干事踊跃参与。咱有即个圣诞节活动，咱请咱家己来看吼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。头一项就是报佳音，到今仔日早起，昨昏咱的教会有一个点灯的祈祷会，祈禱會了第1號報佳音是阮兜，所以昨昏做兄弟有一寡啦吼，一寡兄弟姊妹來阮兜報佳音。假使咱若無報着，歡迎咱平常時隨時來阮兜報佳音，歡迎咱大家隨時來阮兜報佳音。願上帝祝福，對明仔載開始，咱就要展開報佳音的聯絡。
加行程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，若假使有法度，咱愿意开放家户，互阮去报佳音。那安尼今仔日进前，请互办公室知影，然后到今仔日了后，我会看遐名单，就敲电话甲咱联络，看咱当时有好势去咱的厝，就是大楼来报佳音。到今仔日进前早起，所以请咱珍惜这个时间。我嘛也未，我有小可看到迄个报名的人，总是到今仔日早起，所以请咱今仔日进前，请将咱愿意开放咱的厝，互阮去报佳音，就互阮这个名就使。然后我会敲电话甲咱参详，啥物时阵去。这头一项，第一项我要报告，第二项是嘛是对即礼拜开始，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因为明年度我备办要做的时间是家庭礼拜，所以我要请咱来，假使咱也愿意开放咱的家庭，伫明年度，伫一礼拜内底暗时找一天，所以我无要限定倒一天，礼拜日也是拜一、拜二拢会使。一礼拜的暗时会任何一天，然后咱嘛上时甚至会当指定日期，所以毋茫迄天是咱的家庭内底所有的人拢会当出席的礼拜。第二项，所以咱会当来报名，然后甚至咱会当指定一天，不过真歹势，我一礼拜可能只会主持一场尔。所以阮会将迄场时间空出来，上时我嘛会征求你的同意，看有要牵伫周报，互大家参与，还是你只有欢迎无输去尔吼，嘛会使，吼。所以明年度的时间叫做家庭礼拜，总是这是登记的，自愿的，所以请咱会当来登记。我会敲电话去的，就是遐个，我会邀请的，就是遐个，差不多无咧来教会聚会，也是无法度来的教会兄弟姊妹，我会甲因参详，然后有可能去会甲因做伙伫礼拜中圣餐。所以，假使咱的家庭礼拜，咱嘛毋茫有一个圣餐，请咱嘛会当提早互我知影。这会放伫明年度的时间内底。我无要规定倒一日吼，换一句话来讲，若迄个礼拜无，就是无啊。有牵手报无牵手报，我嘛会征求咱主家的同意。了解我意思无？听有吼？我会征求你的同意，上时我嘛会征求讲看倒一日好，咱会当先定倒一日，互办公室知，我就会知影，好无？这是明年度咱教会要推行的家庭礼拜。上时这个家庭礼拜内底，咱放真侪元素，就亲像有可能咱也感觉需要，我会当去厝里举行圣餐，愿上帝帮咱，互咱的教会，互上帝来到咱每一个家庭内底，互咱的家庭，互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拢通得到利益，加受祝福。上营圣诗387首，上营圣诗387首，应当归圣俾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应当归圣俾上帝，应当圣家圣事三位一体，在地的现在地的，将来也永远地的，无穷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坐。电乐灭倒。平安礼，请咱咱的隔壁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